Hello，大家好，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5年9月16號。上週公佈嘅通脹數據並未有改變我哋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即將減息25個基點嘅預期，而局方喺嚟緊嘅會議或者會視乎數據，逐次決定係咪繼續減息。但係投資市場已經預期聯儲局喺2026年第一季前嘅每次議息會議都會下調利率。若果聯儲局有違市場預期，或者容易令市場失望，特別係對利率較敏感嘅股市以及長期嘅債券，因此我哋維持固定收益工具嘅存續期較基準指數嘅短，我哋仍然睇好黃金，以對沖市場避險情緒升溫以及通脹回升獲得回報嘅潛力。歐洲央行喺上個星期四將存款便利利率維持喺2%。雖然歐洲央行12月或者再減息一次，但係減息週期已經接近尾聲。有別美國國債收益率走低，歐元區10年期國債收益率走高。我哋正喺度評估債券收益率嘅升勢，以及加配環球較長年期債券嘅投資機會。美股方面，雲端應用同埋人工智能嘅趨勢不減，而美國減息有助支持實體經濟。企業情緒對科技相關嘅投資開支意向仍然非常積極。科技七雄喺過去12個月嘅資本開支佔標普500指數嘅30%以上。今輪圍繞住科技主題嘅資本開支，企業盈利均創歷史新高。隨住美國減息以及美國稅改法案，或者促使2026年名義經濟正增長。包括我哋在內嘅投資者正喺度評估短期內係咪有分散科技股去到其他行業嘅需要，以應對通脹回歸嘅環境。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